仔日要带大家来 party， 老师，没有走。好，地板动作，地板动作。命啦！大迄是当机啊，我昨天当机啊，那什么 party 要 party 啊？什么意思 party 啦。 真正的 party， 好啦 party 啦，啊是讲迄 party 吼，淡薄仔新的啦，真的啦，啊自我欺骗一下，新的斗啦，硬斗是较硬派的意思，对，哈酷，哈酷，你有做过什么哈酷的工课？做什么哈酷的工课哦？去工地啊，你有去工地？去顶帮无啊。 啊！顶一工我就绕跑，真的啦！今日要 party， 要讲较硬主题。唔拿拍铁，佮拍石，你甲看卖。拍石嘛是爱拍石。足辛苦的啦。嘿，啊，咱的来宾是不是嘛？较硬？较嘛生了较硬到。是不是？好啦，咱来欢迎头一位领队来宾叶欣咪。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欣咪。成功诶！哇，无同款哦，要选二段的款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叶欣咪。人家讲，一个成功的查甫人背后一定有一个更较伟大的查某人。为着要做这个查某人，我已经有30几年走找男子汉的经验，刚刚讲了。所以你是不是要相信我？拢找无啦。我跟你拍拼，但是我今仔日来要甲大家介绍全台湾上硬斗的佚佗人。讲到这，大家唔免烦恼。虽然是欣咪介绍的，但是这个查甫囝伊做人是袂虚迷的哦。伊用双手破大石。哎呦，双手哦！石头搁较咱硬，嘛硬袂过这个佚佗人的脚踏实地。你是不是跟我同款开始好奇，伊是安怎记录石头，带咱大家去了解石头的好耍的所在伫倒位呢？咱用双手甲抱一声吹来，欢迎佚佗人阿基。佚佗人阿大家好，我是佚佗人阿基。真功夫，破大石，手夹铁夹，拼大力，文化传承，下人高比。有请，哎，对哦。系安那？无啥成，无啥成啥物？系。佚佗人，伊佚佗倒位？毋是，咱佚佗人敢会伫个面顶管写，我是佚佗人。啊，你对伊讲啊，较客气，啊，有礼貌。你讲无成，伊看起来乖乖的，是毋是？这可能佚佗幼稚园的。所以你有咧拍石就对啊。毋是，我是介绍拍石。介绍？嘿。我毋捌看过人介绍拍石呢。这是一种文化吗？嘿，是一种传统的产业。啊，但是今仔已经消失去啊，所以想要加搁较侪人会当知影这件代志安尼。安尼水，拍石，安尼今仔这个故事要好好来听者。对，但是咱有第2位杜兰先生要来。要 party 呀！要 party！ 到位！你还给我动！无听到啦，歹势，我这耳孔较重啊。大家好，我是郭中佑，我是一个歌手，啊，不过我唔是干那唱歌尔，我阁是演艺界上硬的查甫囝。哎呦，啊，今仔这个对决啦，其实吼，这结果已经足明显的啊。因为正港的这个硬斗的男子汉，要甲一个又皮又白读册人，这根本袂比劲嘛，对无？因为我啥物粗重的工课拢有做过，对细汉到大汉。啊，今仔我要介绍这个德兰先生呢，伊有一个称号叫做德王。伊唔但我都甲普通的刀啊变做高级的艺术品哦，而且
伊竟然佮有法度伫即摆即个拍铁啊，即个行业无啥人想要做的即个时代，伊有法度互少年囡仔哦，烧枪要甲伊学拍铁，而且毋是凊彩就有法度找伊学的哦，上起码提早1年，啊无是脑术的。咱用上届的情的普仔声，欢迎这位拍铁拍出一片天的拍铁男子汉，铁长阿忠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大溪千祥拍铁店的铁长，我叫易忠。咱今仔输人毋输阵啊，咱嘛有一个口号，爱先甲画出来一个。好，先画声一个好无？好来，烈火不灭，拍铁魂，金光闪闪，男子汉。是啊，来老师看着。咱老师较紧张啦。不厉害，你倒呢？哎呀，两个拢足缘我就酸拍铁。我要讲的嘛，输底下才流电话啦。你拢无红相片啊？我拄啊嘛安尼想。我甲你讲哦，这毋是讲乌白算而哦，你有看到伊的手无？哦，安那哦，这拢是受伤的这个伤痕，因为阮做工课，迄刀啊拢足来的。对，啊，阮身躯的即个伤痕哦，天的针拢一定拢上百针有啊，定定无拄好，就会去过着，啊，迄拢足深的，迄个伤口拢足深的。所以你这个是互你家己的迄刀剃刀挂掉。对，因为阮刀啊做足济啊，伊会无拄好有会落落来，啊是你当咧磨刀的时阵吼，你的精神小可若较歹吼，迄就降落去就啪。刀啊就走出来啊！啊，紧去，看身躯有啥物伤无？有啊，有啦，伊讲石头讲到拢正起来，拜托咧。你讲话讲较慢，伊讲话像我蹲地迄石头讲我头诶。干那看这工序遮济，阮就是赢一半快了。真正诶哟！你较早就学拍铁吗？无，我嘛是算做兵退伍才开始学的，较早嘛。甲阮阿爸呛面讲，我死吼拢无可能接你的工课。你甲呛安尼，结果你搁接伊工课。对，因为迄拍铁迄个环境足歹的，搁热搁阴，对无？迄有时阵天气30-40度，你当然想要踮房间吹冷气啊，哪有可能想要伫遐下烧？啊，到尾也是啥物？到尾就向时间到啊啦，啊，看到阮阿爸那会向白头毛那会遮济吼，啊，身体拢是职业病，啊，一个心境的即个转变，才甲阿爸开始安尼接。伊好咧，伊迄毋是环境迄30-40度尔咧，伊迄拍铁迄是千几度的咧，你买外烧。对啦，千几度是炉内底啦，外口吼。对，无人甲你去炉内底啦，有人伫炉内底拍铁，我讲伊是啊，讲紧着。但是迄炉内底千几度，你徛伫外口上起码嘛超过毋知几度的吧？50度啦，40-50度一定有，迄拢足下烧的。啊，中央嘛是啊，伊之前捌去拆迄铁皮屋。我捌拆过铁厝啦，啊，毋过我迄甲比起来算300尔。哦，对啊，所以伊才会遮瘦啊，因为迄足热啊。对。我知。我今日目足热啦，我今日目足热对无？你嘛足热啦，对嘛足热。迄石头偌重的咧，拢爱家己搬吗？毋是哦，小等下讲。啊，无咱先为即个拍照拍照开始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欢迎。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基里安的这个佚佗人阿根阿坚。我今仔日要来介绍这个北投山顶的宝物吼。这个宝物伫咧倒位咧？吼，伫咧这个北投的这个，大家有坐过迄个台北的捷运无？我要去淡水的时阵会经过一站，这站呢定定互人讲是石牌仔的后一站。吼，嘛有这个。即个囡仔吼，可能巴肚伤枵啊，讲伊问伊妈妈讲，哪有一站叫做咖喱案呐？吼，咖喱案，看唔到字啦，看唔到。咖喱的海岸。系啦，毋是哦，吼，是即个七里岸吼，吼。啊，这七里岸的台语咧，爱叫做基里岸哦，毋是基里花哦，吼，做一人念唔对吼，基里岸吼，毋是基里花吼。啊，我今仔日要介绍这个宝物咧，就是伫遮生产的基里岸石，吼，基里岸石。基里岸石咧，伊
一开始的时阵是做这个建材，建材，伊伫咧清朝的时阵呢，就去斗三工去起这个台北的府城，台北的府城，啊，伫咧，阮即摆看到这张相片的是即摆保存落来，伫咧台北的金山南路有即个旧的台北的刑务所的这个围墙，这是学校呢？嘿，这是台湾上高读册。呆，无毋对，代大门就是阮基里安石起的，基里安石起的遮吼。这条就是基里安石。无毋对，好，啊，除了做这个建材以外咧吼，基里安石做厉害，伊个会当冻高足悬的温度，吼，要约看卖会当冻偌悬。1000度，无1000度，无够悬，无够悬，无够悬，2000上悬会当冻到2000外度吼，所以以前咧一个台湾的迄重要的迄工业啊吼，就讲迄炼钢厂吼，炼钢厂哈，啊烧这个灰啊，还是烧这个玻璃咧，拢用这个基里安石做这个耐火石去起伊的窑，还是起伊的炉安尼。因为伊的温度会使耐足悬呢。无毋对，无毋对。是一个冻，石头袂扬起哦。袂扬起，嘛袂逼起，做厉害的吼。啊，这是冻高，下拄仔讲是冻迄悬的温度，啊，这是冻霜吼。这个霜是咧讲啥？是阮北投上有名的这个温泉啦，吼，阮上有名的温泉叫做青峰。青峰水吼，所以这个基里安石就起来做这个温泉窟，吼，即马伫咧北投拢会敢看会到安尼，吼，所以伊个人冻高。迄悬的温度，佮会来冻霜安尼。冻烧甲冻。啊，毋过我记，因的硬度嘛是悬的。硬度是足适合去起厝的。所以做建材。嘿，做建材。好，啊，即摆就来甲大家介绍这个基里安石伫倒位生产的安尼。基里安石生产的所在，甲咱生活的所在足近的啦。吼，你看伊坐这个捷运都会当伫咧边啊，吼，像这个丹凤山，吼，这个基里安山，啊，佮有这个完美景点呐，吼，这个军舰岩的所在，这个山区拢有生产安尼的基里安石。阮讲的拍石吼，伫咧山顶的，就是像安尼师傅安尼，吼，伫咧山顶甲这个山片，吼，山片用这个铁剑甲拍落来。但是这个工课非常危险哦，吼，师傅伫咧掠骹的时阵。若是无注意，迄个石头为顶悬放落来的时阵，就有性命的危险。所以这个头路足辛苦、足危险的。这个石头拍好之后，要安怎运啊？吼，阮底下是用牛车，吼，用牛车甲伊载落山，吼，啊到山骹的时阵呢，透过这个圳沟，吼，阮遐叫做八仙圳，透过这个八仙圳，将这个石头运去台北县市的这个河边的这个砖头，吼去起厝。所以是安尼运的。啊，这个是平地的这个拍石场啦，吼。民国70年的时阵是这个拍石上兴旺的时阵。吼，迄个当中佫会当外销去东南亚哦，做这个耐火石的这个工课。但是啊，即摆因为已经禁采啊，吼，所以伊是一个用要消失去的这个传统的产业安尼。我今仔日要介绍一个比我较硬斗的，这个拍石师吼，这个是谢岩山师傅，吼谢岩山师傅，嘿，伊是阮地方的迄个时代拢讲伊是拍石的状元，吼拍石的状元，嘿，第一名的迄拍石的状元吼。啊，我即马要甲大家讲，这个破大石吼，石头遮硬要安怎破吼？大家帮我看一个迄相片内底吼，即个是咧破这个大石的时阵吼，迄手刻叫做大锤，吼，啊，这是顶悬这个一支的叫做铁棒尖，吼，铁棒尖。铁棒尖，嘿，铁棒尖，甲尖入的尖啦，嘿，铁棒尖。啊，我拢叫是用炸弹、炸药那个。啊，就规个水高高啊，哎呀，所以师傅拢是真功夫哦，吼，真功夫咧。石头内底有纹理。啊，大家有好奇这个拍石的声音无？拍这个空啊，哦，拢爱安尼，无爱安尼迄，你无安尼迄个时阵，你讲两个就凉掉啊。哦。安尼会去拍着甲举手呢？系啊。不是啊，那个师傅拢做厉害的，做厉害嘞。啊，即马刻是
讲推啊，大家拢知影。爱手提这叫做酒尖，就尖的对啊，较长的这叫做酒尖。迄是更尖嘛，更。嘿，更尖嘿。迄应该就是你的专业啊。啊，你看这较底吼，伫咧石头顶悬的叫做钱啊。钱啊。甲面甲挤入去迄钱啊，钱啊，钱啊。伊的名无啥共吼。啊，师傅就用这个推啊，甲这个钱啊，甲石头拍开。我即摆咧，阮来看即张相片吼。啊，因为基里安就是自然的物件嘛吼，所以有时阵咧拍开的时阵无遮听话啦吼，无遮平，所以咧爱摕下多迄个石尖，甲死甲个一个。死甲个。啊，就出现像安尼一顺一顺的吼，这个是斩马魂。斩马魂吼，但是伊亲像迄落雨的迄个线无，有纬度的时阵吼，所以阮中文互伊一个足水的名，叫做血雨文。血雨文吼，啊，有一寡师傅吼，阮讲伊有强迫症啊，伊咧魂吼，拢大家咧角度拢共款。阮讲迄师傅有强迫症啊咧。真手工的。啊，阮看下多讲的这呢，拢会当叫做斩嘛吼，但是因为伊的功能无共嘛，所以只叫做较底的叫做钱啊，啊较长的叫做酒尖，啊破大石的叫做铁棒尖。铁棒尖，嘿，我棒啊要甲尖入去，铁棒尖。啊，这拢一定爱生才会知吗？无啦，这是坑伤久啊，坑伤久啊。这有做文化，做文化。了解。这是毋是恁兜做的啊？嘿，阮嘛有做这，对，这叫钱啊，啊，另外一种像你头拄仔问的。人咧修改厝，迄叫斩嘛，迄个无共，迄就是甲迄个壁拢剃掉的，啊，即摆有电动的有无？哒迄种的。哇，传统就是安尼。啊，恁兜拍铁有用到石头无？无。无紧。无用到铁啊。我今仔日佫有传一个足特殊的工具，我请迄个金米。来，这有特殊无？你话佫是铁啊？顶扣。大家知这是啥无 ？H 钢。毋是哦。毋是铁机哦，铁机咯，铁机哦。无毋对，就是铁机咯。但是拍石头哪会需要铁机咯咧？大家约看卖。是因为你拍石头拢是去铁机路边仔捡的。毋是。铁机路就做石头。石头是咧山顶的。捡安尼是违法。无，其实是偷窃。我真嘛是透早去台北车头捡。我讲。这个铁机路吼，其实是拍石师嘛，足厉害，伊会家己修理家己的工具啦。吼，用基里安石耐火嘛吼，家己起炉，啊，甲这个围起的这斩嘛吼，甲补红，啊，这个就是迄拍铁时阵的铁点。铁点的安尼，就是安尼。修理铁点的。迄个点啦，你斩嘛有肉点嘛，啊，伊个铁点。你有，迄是因为因的斩嘛吼用久啊要修理，有时用久会危，啊因就是家己有即个修理的即个能力，啊就家己补红安尼讲，啊这就是算伊头拄仔介绍即个铁点的即个功能。对，拢趁袂着因的钱呢，对啊，拢家己修理，拢家己修理啊。啊，阮都转来看这个石头的本身啦吼，大家看这个基里安石吼。伊的色足水的无，你知巴肚有枵吗？控肉石，控肉石，啊也是讲伊成迄鸡卵糕啦，我看到有白色啊、黄色啊、吼柑仔色啊，吼，这个色是因为这个石头伫咧地球顶悬已经千万年啊，千万年啊，吼，啊无共的时代吼，无共的物件吼，有是寡矿物啦，还是迄个。浮游生物吼，伫咧顶悬啊，所以产生无共的色。啊，红色代表什么？红色代表什么？这个较亲像这个柑仔色的吼，是因为有铁。哦，铁的那个蛇身的色。铁身呐。我今仔日咧有甲这粒石头抓炸来。好，所以请这个耗子帮我 K 一下。哇，伊大概拢足重的，你知？足重的说。中力道。哦，就是这地啦。嘿，啊，大家帮我看一下哦，这个基里安石吼，伊有这个石英的成分，吼，加上这个玻璃质，吼，玻璃刷，所以咧，也像的吗？嘿，也金细细，来帮我看一下，叮当者。有吗？有看到吗？这内底敢有钻石？吼，这个做好耍的哦，有一个阿嬷就讲吼，厝内若有放
吉利安石就变马旋石。哦，人去求婚摕这粒去咧，你查某囡仔随点头诶，吉利安石，不是普通石。你会使加我无？啊，除了这个石头本身的水之外，吼，你即马来吉利安哦，佫会当看到这个师傅刻的这个艺术品。吼，啊，这个甲阮北投嘛有关系，这个是守护北投文泉的汤守观音。汤守观音。吼，啊，除了这个艺术品，啊，佫有这个是阮在地的信仰的中心。吼，这个是主神宫，吼，伊的主神是这个五谷先帝。五谷先帝，吼，啊，大家会当拜拜求平安了后咧，佫会当求这个药签，吼，求这个药签。药签。嘿，啊，伫咧庙内底咧，佫会当找这个吉利安石藏伫咧倒位，吼，藏伫咧遮。这个是金路的这个封口，吼，阮都用这个奶火的吉利安石去封这个口，啊，封伫咧遮。因为伊会使内温2000度。无毋对，无毋对，无毋对。如果来坐这个节运吼，来阮的吉利安吼，伫2号的出口，吼，都有这个拍石文化的展示的这个所在，吼，大家会当来遮熟悉这个工具啊，是这个吉利安石的这个建设的这个方式安尼。所以咧，上后咧就希望大家会当做伙来吉利安，找我佚佗人佚佗。好，多谢大家今仔日是我的导览，安尼，谢谢。听伊讲了啊，对这吉利安这站啊，感觉开始有一种感情出来。吼，吉利安是伫北投遐附近，所以你叫佚佗人就是。对，七里岸的七，北投的投。哦，佚佗人啊。北投的石头啊，因为我去做 SPA 的时阵，那个岩盘浴，伊内底嘛有一种石头叫北投石。北投石，啊有那种什么微量元素啊，什么促进血液循环啊，是不是甲火山火山岩有关系？我有讲迄吹风水嘛，吹风，伊是吹风产生的。风水就是迄个温泉，迄个水，温泉就叫风水，啊有硫磺的叫风水，啊是为迄个青风，就是迄个形，迄个迄款叫青风，做产生。全世界只有2个所在有。对，一个就是咧日本，北投嘿，甲日本对。哎呀，这遮尔重的物件，阮拢甲讲啦，佫有迄铁器咯。我今仔是无性命的危险，警察伫外口咧等我，所以大家一定爱投票，我是就有钱。我咧邮票咧。因为我本身我一开始我其实毋是遮尔啊看外表的人，我一开始是真正是足爱这拍照这项物件，因为我真正你几啊年呢？你无咧看外表？我无咧看外表，你看因呢？无啦，我无咧看外表，是别人看外表，我毋则找无对象。我本身是无咧看外表，啊，我会介意拍照，是因为吉利暗照其实一个较早足久之前，伊是建材有足侪工仔人，迄个时阵足闹热的。但是即马像阿基，因为我互伊感动着，因为伊知影讲拍照这个文化豆豆要消失去啦。啊，即马咧，咱的正材已经无咧用吉利暗照，但是你去看一寡学校啊，甲有北医因的外口的剧，还有这古迹，拢是用伊的古迹。啊，即马吉利暗照拢咧用咧咱装潢。厝诶，毋是有人装潢较好呀，迄壁拢会搭一寡文化石，还有诶都有吉利暗石，但是伊迄用量拢足少诶，因为拢是咱较早诶建筑去甲拆落。哦，老了的。即摆袂当菜啊啦，袂当禁菜。你即摆袂禁菜啊？禁菜啊？安尼你这地是倒位来？你莫个。这是进前留落来。哦，安尼我。这真正当求婚的。系啊。拄正是拍照，过来刷来拍题，好不好？欢迎阿忠。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今仔日的导览先生，我叫阿忠。哦，我今仔要来甲大家介绍咱大溪的拍铁文化。哦，一般若讲到大溪呢，恁对大溪的印象是啥？豆干。还佫有无？茶。嘿，还佫有石门水库，吼，猪鹅，大面，吼，头拄仔咱讲的遮吼，大部分拢是属于河东。大溪吼，因为有这个大汉溪安尼经过，所以呢，伊甲大溪破做2边。这个大汉溪以东吼叫河东，另外一边呢叫河西。河东这边呢，自较早开始一直拢是阮大溪发展的重心。
所以呢，大家对大溪印象大部分拢是停留伫咧河东，毋管石门水库、大溪老街还是主湖吼，迄拢是属于河东这边的。吼，啊，大溪嘛，因为即个地理环境吼，所以呢，伊有靠山，啊嘛挖水，靠山后壁有即个拉拉山，山水密图的复兴，啊挖水呢中有即座大汉溪，吼，所以大溪的农业、吼林业甲牧业都足兴盛的，吼，啊，即个农业呢，因会用到即个猪头，啊喷刀，吼，啊林业呢会用到即个捕头，啊鸡啊。嘿，啊，牧业呢会用到即个雕刻刀啊、烤刀，吼，啊嘛因为安尼，阮拍铁店嘛得咧兴盛起来。伫咧较早大溪上济间拍铁店的时阵吼，大溪有14间。啊，其中有13间呢，拢伫咧河东。敢若一间就是阮千祥拍铁店伫咧河西呢。所以你看即个比例吼，13间甲1间吼，安尼你就看会出讲河东甲河西即个发展的程度吼是。天差甲地，吼，啊，续来呢，我来甲大家介绍咱拍铁的两个最重要的一个过程，吼。你来看吼，我第一个要介绍这个过程吼，叫做锻造。什么是锻造呢？锻造讲较简单一个，就是甲铁啊烧好红，啊摕出来用钢锤啊安尼钢，吼。啊，遮吼，我要出一个题目吼，这个。主持人甲来宾摇一个吼，哎呦，你看啊，咱来摇看来讲，咱锻造的这个温度吼，大概是几度是上适合的？恁看这张火石表，吼，啊，佫有这个锻造的这个影片，啊，恁摇看卖，看大部分咧锻造的时阵，这个温度是几度？这个实看起来1050度1150度。哎，恁800度，1050 1050啊，1050我1150度，1150。嘿，恁拢足厉害的，正经足够的。阮一般咧锻造的这个温度吼，都是甲铁啊送入去炉内底加热，吼，大概就是1100度至1200度。迄个火色吼，看起来就亲像敢若柑仔色共款。啊，阮会甲这个铁啊摕出来，101度的时阵开始降。啊，伊会伫咧短20秒的时间吼，为101度降温降到大概800度。800度是啥物色呢？嘿，800度亲像即个敢若猪肝色、猪肝红，安尼要红毋红迄个色吼。到迄个时阵吼，咱锻造的即个效率就降到足低啊。所以咱就袂阁继续讲啊，会阁重新甲即个铁啊送入去炉内底。哇！所以呢，咱拍铁就是爱把握即个黄金20秒。啊，恁敢有听过一句话叫做打铁趁热？哎呀，拍铁趁热啦，拍铁趁热。迄台语就叫做拍铁趁热，就是咧讲即个意思。我有一个问题，你拄则讲落的时阵，迄火星安尼走出来，迄烫着毋就规个拢痒的。嘿，对，迄很浪漫的，我敢若仙女棒，但是阮的仙女棒较大支。伊的仙女棒就粗的。我会收得到，就烧的呢。但是你那无穿秋笼？迄袂使戴秋笼。是安那？因为呢，阮一般咱我穿灯啊，就是顶悬咧养火的时阵吼，顶悬阮手拢足侪寒的。啊，电到迄个铁屎安尼喷着的时阵吼，伊才袂黏着，伊会直接落落来。哦，啊，你若穿，当然你若要穿长靴啊嘛会使，但是穿长靴对阮来讲伤热，所以阮一般拢穿短靴。伊直接流落来，对，但是嘛是会烧着啊。迄一捆仔尔还好。啊，你袂擦哦，袂。这真正正这我乱来的呢，搞咩啦？你今晚咧投票啊？大家知要到我阿基就厉害，伊石头咧扛起来。胸口碎大石的。咱是胸看咧嘴大只，伊毋是用头咧讲。好，我刷来咧，要来甲大家介绍拍铁另外一个最重要的过程吼。这个过程吼，原来安尼，这是安那？嘿，这个过程伊的国语，这个动作国语吼叫做淬火。淬火，淬火啊！咱先来看这趟，咱这个淬火按光吼，这个意思吼，就是甲铁啊烧到一个适合的温度，啊，甲伊注入去一个液体内底。啊，这个液体呢，有分讲，有的人爱用油，啊，有的人爱用水。啊，若用水呢，就叫按水。按水。啊，若用油呢，就叫按油。啊，即马统称吼，阮拢叫按光，因为阮咧做刀啊，拢是用光。啊，伊的即个目的是啥呢？阮就是爱互即个铁啊变定。
这个动作最重要的，因为你的铁啊、刀啊拢无变定吼，若无变定，咱就袂使用啊。咱扑球啊就扑袂落，啊要剁鸡嘛剁袂落。我咱问一个问题，啊若用油的话，伊袂烧起来啊？都是会烧起来。你看伊规个烧起来，伊袂规个当大火烧起来。袂，迄无共款。是啥物款的油？用即马拢用热处理油，较早无共款哦。较早若老一辈，像阮阿爸迄辈吼，也是较传统的拍铁店，会用机油。啊，有的人会用土豆油，啊，毋足芳的。对，正经的，啊，伊的功能拢共款，就是要有即个铁啊、甲刀啊降温。吼，伊是算做刀啊内底上重要的一个步骤。嘿，为虾米呢？因为伊嘛有可能会失败。伊若失败呢，这干好了，你会看到你的刀安尼翘，啊翘要安怎？咱来家己请好食，啊请好食就有可能就会断去啊。啊若断去吼，咱进前所做的、所讲的、所话的，都拢袂了讲啊。哎呦，来煞来呢，我来甲大家介绍拍铁的无共款的另外一面。哇，够水的咧！拍铁吼做刀啊，会使足时尚的，嘛会使足流行的。吼，嘛会使足拍的。为虾米呢？一支刀啊，吼，包含着刀把，啊，佮有即个刀柄，佮有刀鞘。是啥物啊？刀把就是头前这刀啊，咧下物件、咧铺物件的所在，迄叫刀把，嘛有人叫刀身啦，吼刀把。啊，这呢，你会使用无共款的方式去表现。吼，都亲像人穿衫共款，有的人介意穿白，有的人爱乌的，啊，有的人较介意配衫。啊，刀啊其实嘛共款。啊，咱来看这张图吼。哇！你看这支刀啊，顶悬的刀把这个纹路吼，你有看到安尼耐乌一乌安尼无？够好看的，这每一耐乌吼，都是钢腿啊挑工钢出来的。吼，啊，你看安尼啊，钢几啊腿，吼，几啊百腿，几啊千腿，吼。啊，这种纹路吼，阮叫做短推痕，吼，锻造铁锤痕，短推痕。咱来看遮，这支的刀啊的刀柄吼，都是用柚木的树瘤落去做的。哦，啊，中乌这块就是骨架，啊，甲头前这个洞吼，三种无共款的材质甲伊夹做伙。哦，材质。啊，你看起来这支刀啊，就有质感的，啊嘛较有艺术感，吼。啊，这支呢叫做山猪标。就是较早原住民吼，因要去拍蜡，啊，迄个山猪中陷阱了，因要去甲山猪签的，吼啊，但是这拢袂使开封啦，即马因为这个法律规定吼，这拢袂使开封，开封就有管制啊。啊，你有看到这个顶悬刀把的这个纹路无？安尼一高，有嘿，这就敢若亲像石头吼，咧迄个翘壳共款吼，敢若石头痕，所以阮叫这个痕叫做石痕。伊的作用是啥物？作用，这个魂吼是要互艺术感附加伫顶悬尔。所以就是无作用。对，无作用。我想讲是插落去时阵会喷出来。较好抽，较袂塌掉。啊，若是一般人讲的咧放火吼，都是中爱抹一膏，嘿，迄叫火膏。啊，你看这支刀仔的纹路吼，你看亲像啥？水。敢若喷水泉。胶啊么？对，这个名吼，这个纹路的名叫做大马士革羽毛纹。哦哟，大马士拢对玫瑰，你大马士革的羽毛纹。啊，这是安怎做的呢？这是要用2种无共款的钢材落去烧它，啊，开始扬，开始对凹。啊，对凹了后呢，爱甲伊排列组合。吼，你看这个纹路，每一个敢若羽毛拢是一块钢安尼甲伊扬做伙。啊，每一甲样吼，拢爱保证讲你爱样了，即个温度拢爱对。你若其中一个环节出差错，吼，就样袂做伙。这个刀啊，中就一瞬就失败啊。啊，我今仔吼有早，阮当初做这支刀啊，迄块钢的大马士革的配料，啊，阮麻烦油啊，甲阮摕出来者。来，这个，啊，这放遮。你就是用这啊，伊的侧，你看这，这只是其中一块羽毛而已，对，其中一只。你看边啊，啊，咱会使看迄个边啊。啊，数看看，迄有几圆？恁摇看卖，大概摇一个嘛会使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算唔对，我目睭就好咧。差不多20几元吧。接近啊。迄个是我用32圆，甲伊夹做伙的。这是你是家己夹的。嘿，遐一定爱家己夹的。
啊，家己样做伙。啊，你看迄个边仔咧，一圆一圆，看起来敢若鸡卵糕千层派对无？看起来可颂嘞，看起来最好食款的。啊，但是迄袂使食哦，迄剥落去喙齿一定会断的。我知，你知我了解。来啊，刷来呢，阮来看这。啊，来又看卖，这是啥物物件？应该拢看会出来吼。鹿仔角，嘿，鹿仔角，嘿，鹿仔角吼，鹿仔伊每一年吼拢会换角，啊，因伫咧冬天的时阵，迄角会自然落落来，所以我有请阮一寡原住民的朋友去甲阮扣。啊，这个鹿仔角呢，甲阮拍球有啥物关系呢？鹿仔角吼，最适合做这个刀柄，因为鹿仔角足甜的，啊，足耐磨嘛，足耐吞的。啊，我今仔吼嘛有炸鹿仔角，甲我家己用鹿仔角做的。一个臭扑茶尖，这就是鹿仔角啦。对，这是咧泡茶。嘿，泡茶，迄臭扑茶，一概拢一块一块，爱用这个尖甲伊挖出来。哦，这角啊，你磨起来又有艺术感。这嘛是千层派呢。阿基啊，迄刀啊，哦，伊个纹路嘛是共款。这嘛是你家己拍，你家己拍起。对，迄拢我家己做出来。头前的皮啊，后壁的角。迄支65元，迄支65元。这高工。啊，你像安尼做一件一件，安尼爱开偌济时间？那像迄支羽毛纹的，迄都爱做7-80点钟啊。哦。迄时间差就多，啊，像迄大概1-20点钟就做会出来。哦。时间无共款。对。啊，最后呢，我甲大家分享一个吼，即马阮大溪上夯的一个拍铁的体验营。哦，赞哦！阮即马吼有咧推广，为着要推广即个拍铁的文化吼，啊，要有民众来家己来体验传统的拍铁，所以阮开一个1日的团造营。啊，这1日的团造营吼，就是要有即个民众啊、学生啊啦，伫咧一天的时间内底吼，摕一个细细角角的钢材，啊落去加热，吼，啊经过即个反复的锻造，佮有头拄仔介绍即个暗钢。啊，最后开封，了后，互因炸一支完成的刀仔转去。啊，这个过程呢，其实经营足忝的，迄手足酸的，吼，啊人嘛足忝的，啊身躯迄汗吼，大粒汗、细粒汗，像落雨共款。哦，啊保证拢淡落落。啊，嘛有人讲这就叫做新陈代谢营。哦，因为这减肥的啦。嘿，汗会流甲足济，啊，但是呢，最后，吼，咱。一天安尼完成落来，你摕到一支家己双手做出来刀啊吼，大家吼迄成就感拢满满。那个其中一个梯次吼，迄学生啊，迄女生甲囡仔只要共推啊，拢也有发钱吼，拢会使来参加。对，啊最后就欢迎大家有闲吼来大溪行行的，来大溪体验无共款的生活。啊，我是thị長阿江，好，谢谢。哦，有帅呢。你安尼吼，差不多大家拢斗一。袂使免的，你袂使甲看外表，还是讲台语讲了好唔好？然后阿囡嘛就有生意。伊安尼讲安尼讲落有无？迄规个火星拍出来，我感觉伊就像谢霆锋的哦。好够会笑哦。你若讲你看影片安讲，我现场我嘛叫人来讲石头。来哦。现场来啦，你叫。拄只阿基迄相片啊，有介绍拍石的状元。嘿。我甲请来现场。我台北车头的，台北车头的铁骑路拢带来啊！我状元嘛甲带来。你甲请出来。好，来，咱来请咱的拍石状元下叶刷。有人请走真正有来，哇！真正拄只在拍电话的。真正的啦。哎，拄只哎，严沙仔，拄只因咧讲哦，会使用双手。啊！甲这石头讲互破，敢真实的？真实的，真实的。咱现场帮大家示范看卖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无问题。好来。为着要互大家知影，这是真正的石头。嘿，好。真正的石头。哎呀，用头咯。阿基，你头，啊，你真正要甲讲互破了？对啊，对啊。用双手啊。这真正。用双手啊，一手举针啊，一手举钢槌啊。啊，这阮这刷岩吼，这基本就是刷岩，啊刷岩是爱用这钱啊吼，甲逼落伊平均甲逼落伊才会开。啊，所以讲我即马要挖这3支钱啊，我要先开3个坑啊，啊坑啊就是用安尼开。哎呦哎呦哎呦！有影呢！哎呦哎呦！一百盆哦，一百盆哦。每一个角度。
有一空。双手啊，正平倒平，正平倒平。这反应无好，袂使讲的，迄个顺序唔对，我顿就家己的手。对啊，鸟的安尼。师傅讲爱开3空啦。啊对。啊我即摆开好电，我甲钱仔换落，啊再互你。钱仔就要甲钱咧。所以有当时啊，经过工地，有的嘛是迄钱仔会定甲石头固定啊。因为即款石头爱用这平均力吼，甲壁再开啦，甲定少咧开无共。那等于甲针灸起嚟啊！用壁的。将骨啊，啊，伊用安尼甲壁开啊，壁开。用壁的啦。啊，豆豆讲你。啊，一个，这个讲了。平均下，平均壁。无会歪去。开始变人嘞。开始啊！你看，我们弄。你需要临时工吗？你要试试看吗？好，过来。快，你看，但是这个特写解析嘛，特写。哦，来啊，越来越明显，这里有一条了。对，哦对。要开啊！要开啊！淘汰人。你看，结婚就平均嘞，结婚，水啦。哎，就直的。对啊，啊，恁就拢师傅啊。安尼讲免2分。师傅你咱师傅呢？状元，哇，我请教一下，啊，咱咧讲招拢爱安尼开咧，袂酸哦。问题是因为恁若用坐的时阵，工作效率就歹啊。啊，你用安尼蹲的吼，工作效率足紧的。因为阮拍石头是紧才趁到钱，慢就趁无钱。啊，你若要舒服，你坐这椅啊坐嘛会使啊。你做几年啊？对。少年做较老啊。啊，你即摆嘛就少年的啊。我即阵就老，阮孙拢叫我老高啊。老高阿公啦，状元呢。来，咱遮坐者，哇！第一届看人安尼甲石头安尼吼，用双手安尼甲讲盘。我在说伊讲嘿，好啦，讲我讲破，就讲我一点关啦。你坐遮啦，啥物你叫伊坐遮，伊爱坐遮。咱师傅咧，师傅，状元。啊，有一个叫欣赏你，讲是要坐你边啊。啊，即摆啊无男朋友。今仔我感觉这两个主题拢足趣味的啦。这是锻炼，这是旁敲侧击。旁敲今仔才知影啥物叫旁敲侧击。对啊。你看今仔日安尼，哦哟。你看，一定拢大概拢爱才站立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今仔日哦，2个体验的，你要创啊？伊嘛是啊，状元的，状元啊，家己算。伊算2分，你想哪里啊？像咱这阿忠啊，这少年囡仔哦，其实平常时啊，我嘛拢会直接去看一寡影片，拍铁啊影片。但是影片内底哦，拢是算较中年人较济，啊无就是较老一辈。像咱这些少年的哦，真正无啦。搁咧邮票，你看，大家一定要甲支持。因为即摆咱拍铁啊，这个行业哦，真正有淡薄仔算没落哦，没落啦，较稀微去较稀微啊，较无人要做啦，对无？所以即摆有少年囡仔要做，咱要甲支持。好，即摆吼，咱2个体验赢，要去拍石选1号，要去拍铁啊选2号，好无？算到3号，算到3号，来哦，一。你有2票，1、2、3，投票！这平拢拍就一平拍铁啊！那有可能啦，那无可能，你拍咧火箭呢，还想挡会掉？我甲你讲者，蛋姐，哎，等下我拿落手个等你，来，莫迄无危险的，莫去。来，即摆要比的，唔是要去上遐呢，是要比看上较是男子汉呢。无，即摆是要体验赢啦。即摆要去体验赢啦。啊，唔过今仔是要投阿基，唔是投师傅。是啊，是投师傅。他无可能，你拄仔讲少年人对不对？阿基比你较少年，你知无？你莫看外表，人阿基就少年嘞，伊比你较细嘞。你迄心热啦，嘿。是要投体个，是要投像是男子汉。趣味的。好啦，我投你，白手啦，你是男子汉，白手啦。外表关系，外表关系啦。哎呦，好啊，观众朋友，你看一集，不管是你爱拍照，还是 party，每一天都爱 party 啦。